第13章。喺安提阿嘅教會中，有幾位先知同埋教師，就係巴拿巴同埋嗰個稱呼尼結嘅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同埋分封之王希律同養嘅馬念，並且掃羅。佢哋侍奉主禁食嘅時候，聖靈話：因為我分派巴拿巴同掃羅去做我召佢哋所做嘅工。於是禁食禱告，按手喺佢哋頭上，就打發佢哋去咗啦。佢哋既被聖靈差遣，就落到去西流基，從嗰度坐船往居比路嗰度去。到咗撒拉米，就喺猶太人各會堂裏邊傳講神嘅道，亦都有約翰作佢哋嘅幫手。經過全島，直到帕弗，喺嗰度遇見一個有法術、假充先知嘅猶太人，個名叫做巴耶蘇。呢一個人經常同省長士求保羅喺埋一齊。士求保羅係個通達嘅人，佢請咗巴拿巴同掃羅嚟，要聽神嘅道，只係嗰個行法術嘅以呂馬。呢個名翻出嚟就係行法術嘅意思，敵擋使徒，要叫省長唔信真道。掃羅又名保羅，被聖靈充滿，定睛嘅睇住佢，話：你呢一個充滿各樣詭詐魔鬼嘅兒子，眾善嘅仇敵，你混亂主嘅正道，仲唔止住咩？而家主嘅手加喺你嘅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暫時唔能夠見日光。佢嘅眼睛立即昏蒙黑暗，周圍揾人拖住佢嘅手，幫佢領路。省長睇見所做嘅事，好稀奇主嘅道，就信咗啦。保羅同佢嘅同人從帕弗開船嚟到龐菲利亞嘅別家，約翰就離開佢哋，返到去耶路撒冷嗰度去。佢哋離開咗別家往前行，嚟到比西底嘅安提阿，喺安息日入到會堂裏面坐低，讀完咗律法書同先知書，管會堂嘅叫人過去對佢哋話：兩位兄台，又有啲乜嘢勸勉眾人嘅話，請你講啦。保羅就企起嚟，舉手話：呢個以色列民嘅神揀選咗我哋嘅祖宗，當民寄居埃及嘅時候，抬舉佢哋，用大能嘅手令佢哋出咗嚟，又喺曠野容忍佢哋約有40年，既滅咗迦南地7族嘅人，就將嗰個地分俾佢哋為業。此後俾佢哋設立士師，約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嘅時候。後嚟佢哋求一個王，神就將便雅憫支派中基士嘅兒子掃羅俾佢哋作王40年。既廢咗掃羅，就選立大衛作佢哋嘅王，又為佢作見證話：我尋得耶西嘅兒子大衛，佢係合我心意嘅人。從呢一個人嘅後裔中，神已經照住所應許嘅，為以色列人立咗一位救主，就係耶穌。喺佢未出嚟以先，約翰向以色列民眾宣講悔改嘅洗禮。約翰將近跑完佢嘅路程嘅時候話：你哋以為我係邊個？我唔係基督，只係一位喺我以後嚟嘅。我解佢腳上嘅鞋帶亦都係不配嘅。弟兄們，亞伯拉罕嘅子孫，同你哋中間敬畏神嘅人啊，呢一個救世嘅道係傳俾我哋嘅。耶路撒冷居住嘅人同埋佢哋嘅長官，因為唔認識基督，亦都唔明白每安息日所讀眾先知嘅書，就係將基督定喺死罪，正係應驗咗先知嘅預言。雖然查唔出佢有當死嘅罪嚟，仲係求比拉多殺咗佢，既成就咗經上所指住佢所記嘅一切話，
就將佢從木頭上邊攞咗落嚟，放咗喺墳墓裏面。神卻係叫佢從死裏面復活。嗰個從加利利同佢上耶路撒冷嘅人，多日嘅見到佢，呢一啲嘅人，如今喺民間係佢嘅見證。我哋亦都係報好信息俾你哋，就係嗰個應許祖宗嘅說話。神已經向我哋呢一啲作兒女嘅應驗，叫耶穌復活啦。正如詩篇第2篇上邊記住嘅話：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論到神叫佢從死裏復活，唔再歸於朽壞，就係咁樣話：我必將所應許大衛嘅嗰個聖潔可靠嘅恩典賜俾你哋。又有一篇上邊話：你必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大衛在世嘅時候遵行神嘅旨意，就瞓咗啦，歸到佢嘅祖宗嗰度去，已經見咗朽壞啦。大衛按住神嘅旨意服侍咗佢嗰個世代嘅人，就瞓咗啦。唯獨神所復活嘅，佢並唔見朽壞。所以弟兄們，你哋應該知道，赦罪嘅道係由呢一個人傳俾你哋嘅。你哋靠摩西嘅律法，喺一切唔能夠稱義嘅事上邊信靠呢一個人，就都可以稱義啦。所以你哋務要小心，免得先知書上面所講嘅臨到你哋。主話：你哋輕慢人嘅要觀看，要驚奇，要滅亡，因為喺你哋嘅時候，我行一件事，雖有人告訴你們，你們總是不信。佢哋出會堂嘅時候，眾人請佢哋到下一個安息日，再講呢啲嘅說話俾佢哋聽。散會以後，猶太人同敬虔信猶太教嘅人，好多有跟從咗保羅同巴拿巴嘅。兩個人對佢哋講道，勸佢哋務要恆久喺神嘅恩中。到咗下一個安息日，合城嘅人幾乎都要嚟聚集，要聽神嘅道。但猶太人睇見人咁多，就滿心嘅妒忌，硬駁保羅所講嘅說話，並且毀謗佢。保羅同巴拿巴放膽講話：神嘅道先講俾你哋，原本係應當嘅，只係你哋棄絕咗呢一個道，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。我哋就轉向外邦人去啦。因為主曾經咁樣吩咐我哋話：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，直到地極。外邦人聽見呢一番說話，就歡喜啦，讚美神嘅道。凡預定得永生嘅人都信啦。於是主嘅道傳遍咗嗰一帶嘅地方。但猶太人挑唆敬虔尊貴嘅婦女同城內有名望嘅人，逼迫保羅、巴拿巴，將佢哋趕出境外。兩個人對住眾人拍低咗腳上嘅塵土，就去到以哥念嗰度去。門徒滿心喜樂，又被聖靈充滿。